有兄弟平安。平安。好，各位兄弟平安。平安。我要互咱细囝咱看会到吼。真欢迎，咱今日有人客，跟咱做伙做礼拜吼。啊，搁有咱的细囝做伙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啊，要求你圣神甲我伫地，你亲身教示，保守下面的时间，无论阮讲、阮听、思考，拢是伫你稳定的里，互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啊，拄仔咱的经文咧读的时阵，你用读到尾仔有一个事件，讲普天的要有大饥荒，对无？大饥荒。小朋友，你们听到大饥荒，有没有想到旧约哪一个故事？离古有一个饥荒的故事，会记一个。啊，小朋友，哎，你们的主日学老师开始紧张了呢。啊？约瑟哈，对不对？约瑟怎么样？解梦是不是？解谁的梦？哦，法老王的梦。啊，法老王什么梦？这个梦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没有出来？哎，哦，几只？几只？那再讲几只尔嘞？来，拢叫出来。哦，2只。3只、4只、5只、6只、7只牛对无？啊，而且是肥的。哎，那个母牛怎么说？查某牛啊？母牛哦。牛母对，牛母。好，牛母。7只牛母啊来咧，肥的牛母啊来咧，那7只瘦的对无？哎，拢出来。瘦的吼，我找足久呢。7只瘦牛对无？啊，发生啥物代志？这7只肥的牛母去互这7只瘦的牛母安怎嫁去？安尼代表什么意思？迄个约瑟甲解释什么意思？有7冬的丰收了，丰收了，搁有7冬的啥货？饥荒吼，饥荒，好饥荒哦。古有一个介有名，这个叙事吼，这个饥荒的叙事，啊，新约有一个细细，安尼敢若讲到淡薄仔的这个故事吼，这两个有大大无共款。咱今日要看这个经文吼，来看安怎无共款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司提反吼，因选出来7个管理饭食，那是像咱即摆即事吼，去互犹太人用石头钉死了后，啊，着犹太人着全面伫迫害耶路撒冷的基督徒，吼，啊，所以有记载着讲，这个门徒伊4线安那线去过，哦，4线到倒所在啦，吼，啊，咱今咱的经文讲着讲，因有几个人走去居比路吼，一个岛，塞浦路斯岛，啊，甲安提亚，吼，咱看地图者，地中海这边，地中海，吼，耶路撒冷是啥？所以呢，开始拢线去啊，拢线去嘛，包括拢线。有个人转来讲，这个塞浦路斯岛，啊，讲有人讲去安提亚，吼。圣经记载到遮，伊讲啥？讲这犹太人吼，敢若啥货？敢若犹太人传教尔，当上帝的道。啊，毋过有一寡人吼，伊是住伫塞浦路斯居比路岛，啊，甲迄个为古尼来的人吼，可能是外邦人，
嘛是可能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吼，因嘛迄个希利尼人讲到，我来看下，即个古利奈伫对吼，古利奈是伫北非，就是讲吼，遮个人吼，因本来毋是住伫耶路撒冷犹太人，因是住伫外国的犹太人，因受文化无共款，哦，当因四散出去了后，犹太人拢犹太人传教，讲上帝的道理。啊，毋过因遮个人呢，因会开始去其他哦，拄仔讲的希利尼人来讲道吼。啥物叫做希利尼人？敢是希腊人？毋是吼。就是讲，因使用希腊文化的人吼，伊可能是犹太人，啊嘛可能是外邦人。重点毋是迄个系统的问题，重点是文化的问题吼。就哪亲像，伊美国定咧讲 Hispanic， 你若去查字典，伊甲你讲西班牙人的，啊美国遐个 Hispanic 敢是西班牙，敢是西班牙人。大部分是墨西哥人，对无？哦，墨西哥移民，所以意思是讲，因是讲西班牙话的，哦，重点毋是因的血统哦，是他们的文化。好，经文搁继续讲着，应该遮个人传福音了后，迄个安提阿开始有侪人信主，啊，伫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吼，遐个使徒听着讲，远远北边遐个国度竟然有侪毋是犹太人的人咧信耶稣，哦，伊可能包括希腊，包括讲希腊话的人，遐个外邦人咧信耶稣，所以伊紧派巴拿巴去恁面看卖啥物代志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圣经记载讲，伊是一个好人。性情充满，有信心。所以兄弟，咱若会讲了后吼，啊人安尼甲咱介绍，恁感觉安怎？讲某某人是一个好人，有性情充满，安那？大有信心，三句就好啊。安尼有够了无？有吼。而且即款的介绍，应该是袂歹吧？还是讲，伊是好野人。啊，去学啥鬼充满，去学金钱充满吼，啊大名声，你要用啥物款的介绍？各位兄弟，巴拿巴伫使徒行传讲到的巴拿巴吼，拢是即方面的介绍，吼。啊，伫头前的经文嘛有讲到讲，伊卖伊的田地，啊，甲遮卖伊的银两放伫使徒的骹前，骹前吼。伫迄个时代，若甲物件也是迄个资源放伫一人的骹前，就是表示讲，即个是要互伊使用，要互伊发落，哦，伊有权利会当来使用你所摕出来遮物件吼。好，即个巴拿巴，哦，伊互派去安提阿即个外邦人的城市，去看卖讲，敢真正有遐尼济人咧信耶稣？一去了后，伊看到真正侪人信耶稣，啊吼，伫遐。伊伫遐开始咧教导教示，侪人信耶稣。伊煞感觉讲，伊一人无够，伊总走去佗，去大数即个所在去找保罗。哦，即款是一种以上帝国为中心的思维。恁想看卖啊？咱即摆想咱即摆的情形，我陈牧师若去一个所在，看到侪人要信耶稣，我会安怎做？建造一间教会对无？是毋是啦？啊，你遐应援的，哦，建造一间教会，啊，所有的人拢诚做送的会友，我的会友就好啊嘛，对无？啊，我的教会就愈来愈大间，愈来愈复兴，叫做六处兴旺，对无？哦，哇，咱即摆是拢咧拼人数，哦，愈拼愈侪人，啊，做欢喜。毋是呢，即个巴拿巴伊安怎？伊竟然走去找保罗，叫来甲伊同工。
吼，即款呢，毋是以自我为中心咧思考，吼，这是用上帝国为中心咧思考。有当时啊，拄着即款情形，咱会为着要建立家己的权势，啊，要建立家己的人脉，吼，我做袂来，我嘛要硬做，知影意思无？啊，各位兄弟，我有讲清楚无？我根本做袂来，我嘛要硬做，因为我惊，若有人甲我同工，煞变做迄个人是啥货？变做伊变做头去啊！其实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后壁的记载，一开始咧讲保罗甲巴拿巴两个人，拢是讲巴拿巴甲保罗，巴拿巴甲保罗，哦，到尾啊拢讲啥？保罗甲巴拿巴。保罗甲巴拿巴，咱看会出巴拿巴是一个信用真水真好的基督徒。吼，我认为伫使徒行传内面的表现，巴拿巴比保罗更较互人欣赏。啊，毋过今日毋是咧讲巴拿巴吼，咱要搁继续看，因为今日经有介重要的所在。伊讲门徒奉叫做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开始，是对迄个城市开始。吼。咱若看圣经吼，介少去摕着讲基督徒，吼，点使干那遮尔？其他的所在拢讲门徒，还是讲信徒，吼，拢袂去摕着基督徒。这个基督徒吼，伊这是用希腊文、用英文的形式写出来吼，念做 Christianoi 吼 Christianoi。这句话吼，是为基督来的，吼。为基督来，啊，即句话应该是吼，为基督徒对耶稣的门徒一款开玩笑的讲法，毋是真正式，嘛毋是真尊贵的讲法，吼，一寡戏谑，啊，袂到很轻视，无遐轻视的地步，啊，毋过是无啥物尊重的讲法，吼，就哪亲像。圣经里嘛有写着讲西律党人，会是袂？哦，同款 noi 吼，后壁嘛是讲 Herodianoi， 同款是西律党人。啊，佫有写着讲凯撒的人，伊嘛是讲 Caesarianoi， 吼，即款讲法都是有一点开玩笑，哦，有一点鄙视的味道。就是若用咱台湾话讲哦，讲基督，啊，恁遮就是基督啊，还有基督啊。咱是毋是加一个啊？加一个啊，是较细是毋是？较细意思是毋是？我咧讲鸡啊，鸡啊，牛啊，也是较细只嘛，啊毋是？啊你安尼拢无甲我回答，我拢无信心去啊。好，所以讲就是戏谑的讲法啊，基督啊，恁遮基督啊，就是军队基督的人，啊，意思就是军队基督的人。经文特别讲到这个所在，为安提阿开始，门徒奉叫做基督啊，啊，毋是，讲做基督徒吼，奉叫做基督徒。啊，这背后若有一个正面的意义，就是讲这个人是咧跟对耶稣的。其实吼，这个名字的一个历史安尼看来吼，互咱一个提醒。有当时啊，一开始吼，人是用无啥好的名咧叫人。啊，毋过咱若有好的表现，咱会当重新诠释，赋予这个名字一个正面的意义。以一个咧，人若叫恁台客，有好听无？好听。啊，我叫人讲好听哦，好听就表示讲哦，伊已经重新赋予它意义了。哦，本来讲台客就是讲土台客，哦，你若穿作怂，啊，拢顶他们。顶迄个乌人头吼，啊穿喇叭裤，啊脚穿遮做硬，啊跍落地也几种的，迄就是土台客吼。啊，毋过渐渐，你若甲即个名，互伊一个新的意义，互有一个水的表现，你会改变即个名的印象。就亲像，虽然基督徒一开始即个名是一个轻蔑、开玩笑的名，啊，毋过基督徒的性命。因为影响咱，若做水做好，渐渐即个名就变做一个正面的名，吼。讲到遮，佫也毋是即个今日的经文的重点吼。
即马来啊，重点较变即款字。讲有几位先知吼，为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你会感觉奇怪，后头有看地图对无？这一个城市是伫北边，安提阿，啊耶路撒冷明明是伫下港，是安怎他会讲下到安提阿？耶路撒冷较悬啦，啊？较悬高山啦。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对无？哦，这甲咱台湾人描述的方法无共款吼，咱是描述地图上面的北方跟南方，咱就讲顶悬是北方，下骹是南方吼。啊，因是照什么？悬架啊吼，悬架来看吼，耶路撒冷伫山顶嘛吼，所以讲为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吼。啊，这个先知讲啥物代志？因借着圣经讲啥？天下要有啥物货？烟火，吼。各位兄姐，咱若大神知影有大烟火，咱要做啥物代志？啊，唱物件，对无？莫讲烟火啦，讲甲你讲风台要来，你就安那？你就开始储存泡面啦，对无？好，甲迄个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还要好好捞一笔嘛。只要讲好好捞一笔，好多一开始咱有讲上来故事。小朋友，一开始我们说什么故事？约瑟的故事吼。伫创世纪47章的时阵有讲着，讲这个烟火有够大，大到吼埃及的人吼，遍地的人，拢只好甲因的兜物件啦，卖了来甲迄个约瑟换啥货？换米呢？搁无够，只好甲土地拢安怎卖光光，吼。所以咱即摆人文社会主义学科在看这段经文吼，就看出来这个经济上的迫害，吼，经济上的迫害，吼，就是约瑟用伊的米粮，甲全埃及的土地拢安怎回归国有，啊，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什么？佃农，啊，约瑟搁甲因设一个规定。1/5是归予法老，1/5就是20%，安尼有济无？有悬无啦？有悬吼，算足悬吼。啊，毋过吼，3冬前我去菲律宾吼参加一个会议，啊，迄个会议吼，要互阮亲身体验菲律宾的农民生活，讲甲阮带去迄个共产党的管辖地区啦吼。迄个菲律宾共产党管辖地区吼，啊，阮就甲遐个农庄啊、农村渔村的人做伙生活3-4工。因遐个农村的人甲我讲吼，以菲律宾遮个佃农吼，嘛是分成5份啦，不过是4/5吼，互地主啊。因敢安嘛？1/5，吼，这可怜的吼。所以以咱的印象吼，马尼拉知安嘛？繁华繁荣，哦，然后菲律宾的共产党是很怎么样？凶恶可怕。其实伫菲律宾哦，人民都支持谁？你知无？都支持共产党。哦，好，跳出去了，搁转来。那知影会有饥荒，就像约瑟因安尼，因知影有饥荒，因就开始囤积粮食，好好的大捞一笔，对无？啊，今日的经文讲安怎？伊讲有一个先知甲大家讲，天下将会有饥荒。下一句你知道是写什么？后一句是啥嘛？文道达嘛，定义照个人的力量去捐钱，要互啥？要互住伫犹太的兄弟使用。这是啥物代志？这发生啥物代志？后方支援全线，这个一定是生病了，一定是破病啊！各位兄弟，咱唔通甲掠做是一个介自然的代志，就是讲即摆有饥荒啊，发生饥荒，先告诉你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？储存粮食会存起来，对不？要互上架，家己食，
啊是啊，这个人遐呢，因听到有先知讲，天下天下要有饥荒，因马上决定要捐钱，要讲啥物人？犹太伫耶路撒冷保卫这基督徒，这头壳歹去啊！这毋是咱一般人，一般的社会，甚至毋是咱基督徒做的。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咱来为头前开始看，咱来看圣神的工课。圣神的工课绝对，各位兄弟，伫即个世代，台湾即个世代，我一定要强调，绝对毋是单一化、同质化的组织。这会通懂得者，绝对毋是全部的人地位、立场、想法、思考，拢做接近的人组织做伙。圣神是多元的，伊会互侪侪无共款的人会当组织做伙。立场虽然无共款，想法虽然无共款，做法虽然无共款，啊，毋过因要伫圣神内面学习，啥物叫做合一？啥物叫做合一？若是立场拢共款，思考拢共款，做法拢共款，迄毋是叫做合一，迄叫做统一，迄叫做统一。各位兄弟，我有讲清楚无？吼，迄叫做统一，就是大家放弃恁的立场，恁要放弃恁的做法，拢听啥物人的？听牧师的啦，迄叫做统一。知无？哦，这毋是圣神的做法，啊，毋过这是即马台湾上喜欢的做法。哦，要集权，因为你若单一化、同质化，你的效率就会提高。要相信无？各位兄弟，你的效率会悬起来。即马大家拢要看效率，大家拢要拼大间教会，要拼效率，就会惊单一化、同质化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。咱看圣神开始起造教会时阵，就是互侪侪无共款的人组织做伙。因的文化无共款，因讲的话无共款，因的年岁嘛无共款。我感觉这是介重要。这就是安怎咱教会要甲咱的细囝邀请入来，做伙做礼拜，所以你们拢听无？你们听得懂吗？吼，他们听得懂吼。咱要三甲做伙敬拜上帝，因为圣神的工课一定是多元。啊，即款的组织目的毋是要组织尔，组织是为着要安怎？要散开啦。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全世界的母会，耶路撒冷教会是全世界的母会，哦，伊遐尼侪人的组织，啊，毋过受到犹太人迫害了后，因安怎？四散去。上帝国就是照着教会的意味四散出去了后，开始起造的。即马介济教会，伊咧强调教会本位主义的宣告，我认为这拢甲圣经的记载，拢是违背，拢是无关系。干那要互你家己的教会大建起来，迄个叫做六畜兴旺。这拢甲上帝国的起造无一定有关系。上帝国的扩张代表教会的健康，啊，毋过教会大建起来，无代表上帝国的扩张。所以咱的组织是为着福音要散出去。咱的组织毋是因为咱斗阵做欢喜，兄弟姊妹相听，做温暖的，哇，唱歌做好听的，咱就一礼拜安那，活过来，组织起来，来做欢喜，啊，即马礼拜煞，搁煞去，搁离开，毋是，咱的组织是要甲咱的对信仰来的力量组织起来，为着要安怎？
各位兄弟，为着要散出，为着要散出，所以这款绝对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，就是因为初代教会这款的思考的方法，这款传福音的方法，所以不只是耶路撒冷教会传出去了后，伫迄个时代，其他的教会嘛是会当用毋是用自我为中心的思考的时阵，当因发现会有饥荒的时阵，伊就马上去想到别人的需要，毋是干那想到家己的需要那尔。各位兄弟，咱有当时啊看即款的经文，一眼一万里一眼甲看，可能袂发现遮个代志。啊，毋过爱注意，爱注意，咱真正会甲咱家己的性命投入伫即个经文内面，咱较有法度看到一款，伫惊慌的发生，竟然毋是顾家己尔，即款的思考，这毋是人的思考，这是对圣神来的思考，这是伫圣神内面合一的思考，这是跨越文化的思考，这是跨越族群的思考。这款的思考是用自我为中心的人所无法度想会到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咱的组织是为着要分散。啊，你讲敢真正较残忍？我甲阮的兄弟较欢喜做伙，你要甲阮拆分开。这个线其实会当甲伊的范围剃较开的，不只是咱距离，距离的线，会当是咱影响力的线。这个经文上尾啊为例，因讲因决定要捐钱，互耶路撒冷，因遐兄犹大遮兄弟姊妹，因托啥物人摕去？各位兄弟，这个经文因托啥物人摕去？巴拿巴、加保罗，是毋是？所以因的人有够无？安提阿的基督徒人有够耶路撒冷无？无。啊，毋过因的心、因的心意、因的资源有够，是毋是？即款是毋是叫做影响力会散出去？影响力会散出去。各位兄弟，以自我为中心咧做代志，是上基本的做，因为这是哪亲像咱要做上，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。拢共款，教会若以自我为中心在讲宣教，这绝对毋是上帝的心意。因为咱若是以教会自我为中心在做宣教，检测有可能咱教会愈来愈大间，人愈来愈侪，资源愈来愈丰富。啊，毋过咱是甲家己藏伫上帝国的外口。这是对我家己的提醒，嘛是对咱所有兄弟的提醒。毋望上帝亲身保守因带，三甲来祈祷。阿爸爸，你带领我，以我互你拣选，受你的造就，甲阮组织做伙，我嘛准备好，互你拍线。要出去，无论是阮人的出去，也是阮资源的出去，也是阮心的出去，阿爸爸，拢求你亲身来保守引带。阮无要组织做伙，干那要一群人，而且家己欢喜。阮遮会领受你文典的人，阮要准备好阮家己，真做服用，真做分散出去，真做分享你所享受阮快乐，你的喜悦。阮要安尼准备，由你亲身来引带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。